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Vivian Sun，你哋嘅大溫地產經紀。上次咧，我帶大家嚟 Olympic Village 睇我1703 Manitoba Street 嘅一個 listing。今次咧，我有個新 listing，佢位於1711 Manitoba Street。今日呢個鋪一共有561尺，連一個地下車位。佢位於 Olympic Village 最主要嘅出入街道 Manitoba Street。佢係屬於比較小嘅細鋪。而家個租客已經喺度10幾年，續咗幾次租㗎啦。1711咧就而家租緊4萬幾蚊，1703咧就租緊8萬幾，每年仲會遞增嘅。所以如果你同時間擁有兩個鋪，你一年有12萬幾嘅收入，或者你可以將來有可能嘅話咧，係需要將兩個鋪打通咧，亦都可以，因為佢哋係喺正隔離。Olympic Village 咧係一個非常舒適嘅環境，好多喺downtown翻工嘅，但又唔想住喺市中心嘅，就會選擇嚟呢一度。有佢哋嘅年輕嘅家庭啊，或者單身人士咧，都中意喺呢一度生活嘅。咁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咧，可以同我聯絡，我哋可以約個時間再傾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